殿状元，名扬天下，蒙神恩。为救朝廷立故乡，侥幸得中状元郎，今家因国穷灵验，谁人知我？是红妆，奴家之民前来应试，不料得中头名状元，眼看李郎得救，叫人好喜圣上回乡即走。哎呦，小姐，你哪里是回乡即走啊？分明那是想救出李公子，好与他拜堂成亲哦。哎，下次说话要小心了啊！哦。严某
爷们。烧提羊羔，喜娘娘，小本高家回故乡，见老就是李公子，我送他一朵刘大人到。小姐，刘大人到。刘大人，哎呦，我不是叫你回去与他家五公子拜堂成亲诺。哦，这倒要小心了，快快有请。有请。有请。老大人，状元公。老大人驾到，未曾愿因皇王失罪。状元公，老夫冒昧来访，状元公莫怪哟。岂敢岂敢！老大人请。老大人请坐。有座。请。老大人请用茶。老大人，你引火发笑啊！状元公，你有所不知，那日科场之中，出斗风采，你品貌不凡，是与众不同。老夫我大吃一惊，今日仔细看来，果然是貌赛潘安呐！大人取笑了。才貌双全，国之栋梁也。大人过奖了。莫怪万岁龙心大喜，就是老夫我也高兴得很呐！老大人，状元公，你的大喜来了啊！又有什么大喜呀？状元公啊！恭喜你上任得知名扬天下，状元及第水木苦啊！如今是妹妹愿体验做法，这真是锦上有铁花。老大人，万岁
传旨召驸马，看中你文在其中，相貌不差。今日也许陪你，从此你就出肉在帝王家。大人，学生出身本为下，怎敢匹配帝王家？望求大人父神明。遴选英才少驸马，庄云公，你就不要过谦了万吧。岁恩赐，老大人栽培，秀生我时时的感激不尽。只是这婚姻之事，怎样？秀生我，嗯我就事难从命了。哦，这是为何？哎呦，老大人呢？我们家庄云公啊，他是放肆！老大人，我来是个什么？有了气势的人了。怎么有了气势了？是啊，有了气势了。老大人，你看，庄云公，这就不对了。那日万岁在巡礼宴上问你可曾娶妻，你说尚未娶妻，这如今怎么又有了气势了呢？庄云公，你就不要借故推脱了。你答应了这门亲事，不，老夫我以后同备喜酒喝喝啊！哎呦，老大人呢？我们家庄云公啊，他是我女的嘛。哎，休得胡说！哎，老大人，此事是万万死不得，死不得的。赵云公，你不念老夫我做法之行，你该知道，这乃是神明难为哟。神明，是啊，神明。哎呀，老大人，这万死不得。哎，庄云公，死不得！哎，庄云公，死不得！哎，哎呦，死不得的！李昭廷，听旨。有旨，你新科状元李昭廷即可进宫成婚，不得哟！传言公，这可是神明难为哟！
有请。北壁立相正八春，前科状元风雨有你。巡按八府会朝转，来访美儿婿，立诏我听。大美人婿在哪哪里？里？美大人婿在哪哪里里？美大人婿在。好生面熟，他不是我的妹婿。状元公少年登科，可喜可贺。岂敢岂敢！小弟临登门拜访，何劳大人驾临。岂敢！大人请。状元公，请。请。大人请坐。有座。请。请问状元公府上哪里？哦，下官乃湖广襄阳人士。请问大人？本院也是湖广襄阳人士。大人也是湖广襄阳人士，日此时来，你我是同乡了。你我是同乡的了。请问请讲。请讲。请问大人是何时离开原郡的？本院自由离开家乡，算来嘛，已有8年了。请问请讲。请讲。请问大人，湖广有位风顺勤老先生，大人你可认识？认识。那冯老先生之女冯守正。那冯老先生之子冯绍英。哎呀，兄长，你是？哎呀，怎么连小妹素贞你都认不出来么？你是守贞妹妹？是我嘛。哎呀，贤妹呀！你不在夔中刺绣，女扮男装来到京城，你可知冒名引使乃欺君之罪？我看你呀，是怎生得了我？兄长。
谁知你离家改了名？贤妹，但曾我早继母害，投其为鱼，苦徘徊，誓死不悔。把命改，怎知小妹你找我来？继母为人世太坏，害我一郎遭祸灾。今日遇见兄长面，让你替我诉难堪。贤妹，李公子早陷害兄太家，一封世道襄阳，自消火灾。只是你中头名同花顶戴状元公，名声天，你怎样安家财？哎呀，兄长，眼前我就下不了台了。这话怎讲？万岁要召我新科状元做驸马呢。兄长，怎么万岁要召你做驸马？是哎呀呀呀，这场祸啊，你就传大了。兄长，你快替我想个主意吧。愚兄身为八府巡按，倒也断过不少疑难案件，只是你这一死么，实在叫我无法可想。哎呀，兄长，哎，兄长，小妹倒有一计。哦，有何妙计？快讲来。兄长相貌与我相像，这个驸马你就替我做了。两个李兆廷就传下这滔天大祸，再来这第三个李兆廷，那就更加无法收拾了。如此说来，我这个女驸马是坐定了。赵廷接旨。万岁！
万岁有旨，命辛苦状元李兆廷即可传代进宫，不得有误。谢万岁。请状元公更衣。是，请状元公更衣。伺候公主先睡吧。你们下去。
公主，夜已深了，这书墨明日再读不迟。公主，本宫夜读晨曦，不读诗书，便不能安睡。公主贤妻。既然如此，你也要早些安睡。是，本宫我随后就来。驸马要读书，不肯安眠。又为何目不转睛，操索眉间？我看他东方之中心神不定，定有那为难之死在他心间。我与他夫妻名分已经定，怎能不上前去尝闻根源？驸马，公主，你有什么心思么？公主是哪里话来？向我李昭廷，乃是一介寒儒，能有今日之富贵，全仗万岁垂爱。哪里还有什么心思？既无心思，为何双眉紧锁？这个公主啊，公主不必多疑心，本宫深感皇将恩，只怪我惜钱多饮酒，就用胸头不安理。公主，今日万岁，大宴群臣，你敬一杯，他敬一杯，本宫就是多了，故而有些不爽，心想多做片刻，公主喜气。驸马酒吃多了，是啊，我就是多过了。我红杏酒汤来。这醒酒汤么？就不用了。哎，身子不爽，还是饮些的好。驸马，请用。是，多谢光临。还要添些么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公主，待本宫扶你回房歇息去吧。
卷，难道他家乡风俗就是这般？昨日未能伺候公主安睡，岂不是有罪？我来问你，你家中还有甚的洋人？老不在一堂。我有前妻，这个什么这个那个，总有前妻，对我说得清楚明白，我也不将罪于你。公主，我哪里有什么前妻哟？既无前妻，说什么夫妻相逢再来生
是事到如今，我就对你实施了讲。啊
翠屏哭到了一世楼春，还有前朝银台女生生死死爱两生，这都是父母嫌贫爱富贵，女儿不忘恩爱情。我虽比不得前朝贤良女，就算我不死身，同志也是闺中女，难道你不念素贞？舅父一片心。一心舅父莫钦佩，但不该进宫来误我终身。误你终身非是我杀过。无缘祈求帮助我父亲，只要我父的有救我总死九泉也甘心。听他言来有道理，本是叫我无主张。我若不将你来杀，岂不终身呐？受空房，公知纵然杀了我，你也嫁不得如意郎君。这是为何？昨日公知招驸马，皇家喜死天下闻。你今若将驸马杀，岂不成了为亡人？哎呀呀！事到如今，这杀又杀不得，留，哎呀，也留不得，这便如何是好？公知，事到如今，你哭也无用啊！我好命苦。公知，我倒有过两全其美之计，有何妙计，快将来。公知，我还跪着你，起来，谢公知。事已至此，你我去至后宫，共商良策。公知请。公
之情。是在宣刘文举进贡。是。万岁有旨，宣刘文举进贡。领旨。万岁传旨，宣老臣乡试进贡，谢美人。臣刘文之见驾，吾皇万岁。刘钦平身赐座，谢万岁。啊，万岁！现老臣进宫，不知有何之意？昨日公职召了驸马，多亏爱卿作法，特此言请功啊！哎呀，万岁！公职驸马来龙凤和谐，这真是我主的后福，老臣我何鸿之有啊！哎，有道是天上乌云不下雨，地下乌梅不成婚。稍时公职驸马到来，定要献你这个大美人呐！哦呦，不敢当啊，不敢当啊！论是在宣公职驸马进贡。是。万岁有旨，宣公职驸马进贡。是。这已安排的二人见吉喜。参见父王。皇儿平身赐座。谢父王。啊，公职千岁。平身。
皇儿，这是你的媒人上前谢过啊！哦呦，不敢当啊，不敢当啊！哎，刘大人是月老红梅，又是恩师大人，理当要谢。哦呦，这杀老臣了！啊，万岁！蒙圣恩一连3届，皆命老臣之考。老臣我天下之子见过千万，但从未见过像驸马这样的博学多才。这真是皇家的栋梁，我主的鸿福，公主的如意郎君，愿公主驸马白头偕老。多谢刘大人。父王，刘大人果然眼力不差，驸马果真是博学多才。会见得。昨夜洞房之中，驸马与儿谈经论古，说出来的许多奇闻，都是儿臣我从未听过的。驸马，你有什么奇闻异事，谁与故啊一听啊？是啊，老臣我也要长长见识啊。但儿臣说与父王知道。什么？皇儿，你要讲？好，你就讲吧。父王用笔。民间有一女差裙，文采盖世，相貌惊人。自小相爱一公子，两家嫔妹订了婚。不幸公子遭贫困，女家父母变了心。世间之善，竟有这等嫌贫爱富之人，真是岂有此理呀！真是知足。父母嫌贫爱父母强和公子来退婚。公子生来有志气，一怒走出了不好门。女家父母用妒忌，将公子无良为盗送进了衙门。世间之善，竟有这等嫌贫爱富之人，真是岂有此理呀！真是岂有此理！要是处在末朝啊，是要按律治罪。皇儿，当不知那一女子又变怎样啊？是啊，这女子不爱富来不嫌贫，宁死不愿改配他人，要救公子无上策。他只得女扮装上京城，他到京城做什么啊？大比之年开荒考，改姓名替公子来求功名。哎呀，这个女子当子倒还不小啊！依我看，他一定是吃了雄心虎胆。父王，并非这女子胆大包天，她也是死痴，无奈哟。当不知他得中了没有啊？是啊，他得中了没有啊？父王，三篇文章四锦绣，龙虎榜上夺得了头名。
李子中状元真是世间少有啊！这一公看来，此女之才确实难得。难得呀，难得呀！但不知他得中之后，又变怎样啊？父王，是指望高家还乡救公子，谁知惹下了大祸根。莫非他露出什么破绽来了？只因他貌似潘安惹人爱，皇上一见喜在心。那个皇帝又变怎样啊？召他东床为驸马，要与公主配成婚。哎呀！这就糟了，这就太糟了啊！那个皇帝也太糊涂了。那个美人也是有眼无珠的了。但不知他答应了没有啊？有道是君并不可为，宗司大人做媒人，千推万推难推脱，只得遵旨。入宫门。这就不像话了。这就太不像话了！堂堂帝王之家，竟然招来一个女驸马，这也未免太荒唐了。哎，那个皇帝让不知她是个女的，这一锅看来，这个美人呐、少不得要定她过视察之罪。对呀！那个皇帝嘛，也不知道她是个女的。难道说这个做媒的真的瞎了眼睛不成？竟然招来一个女驸马，要是是在我朝啊，是要按你之罪。驸马，你说这世间之善真的有这样奇闻异事吗？父王，世间奇闻或知千万，适才公之所言，只不过是其中一人而已。父王，你看这一女子为人如何？倒也算得妻女呀。算得是个妻女。驸马，你说呢？儿臣不敢冒昧陈词。大将无妨。父王，依我看来，这一女子不为富贵所引，不为贫贱所引，岂止可嫁，其情可配，还算得上是一女呢。怎么还算得上是一女？不但是一女，还是个才女呢。会见得呀！她能得中头名状元，岂不是一才女么？皇儿说的倒还有理呀！有理呀！本来就有理嘛。皇儿，如此的一女才女，当不知出在哪朝啊？父王，若是处在我朝，你便怎样？若是出在我朝，哎呀，父王，你说嘛，你讲嘛，父王。皇儿啊！您理若是出我朝，官出是人臣。
所以啊，她就是父王给儿臣招来的那个女驸马。哎，驸马就是驸马，怎么说是女驸马呢？哎呀，万岁，该老臣我细细的看来。哎呀，万岁，他果然是个女的呀！你看，你到底是何人？民女冯守贞，冯守贞，你父叫什么名字？冯顺清，哪个冯顺清？父王襄阳冯顺清。怎么？你就是冯顺清之女冯守贞吗？正是。你怎么认识于他？冯素贞，我来问你，你父家里该配哪家豪门？就是这位刘大人的五公子。刘钦，此事怎么又牵扯到你的头上来了？你不是卧病在床哦？你怎么知道他卧病在床呢？哎呀，都是刘大人请我做的好媒。你做的好媒，替故招来个女驸马。哎呀，万岁！老臣我有失察之罪，只是这胆大的冯守贞竟敢女扮男装，扰乱宫廷，罪在不赦。都，胆大冯素贞，欺国太甚，哪里容得我四门？将冯素贞推出门斩首。且慢，万岁！你曾亲口将我赎，你曾亲口将我封，我即是全民皆怕你是心。是君无戏言。这个万岁，我这个驸马是人人皆知，若将我斩首，公绝岂不要终身受刮目？哎呀，父王，你若将他杀了孩儿，岂不是要终身受刮目？帮儿，国王纵然不杀他，怎来她是个女驸马，又怎能帮儿终身呢？哼！胆大的冯守贞竟敢出言犯上，罪加一等，带下去53口问斩。是。我杀他不得！父王，天下人都知道皇家昨日召了驸马，今日杀他，就是因为召来的驸马是个女的，岂不让人取笑么？哎呀，父王，死不得的，死不得的！啊，这杀又杀不得，赎也赎不得，无了我儿终身，这便如何是哎呀，万岁！老臣我倒有个预见。你还有什么预见？快快讲来！万岁！城门书生立朝廷，才貌胜过冯守贞。老臣去到襄阳府，将他悄悄带进宫，让他纱帽头上戴，让
花新玉带，岂不是堂堂一个状元公？皇家召他为驸马，吹吹打打，吹吹打打，纵坐在东方中，公爵终身配将我，万岁有得忠良臣呐！那冯素贞呢？是啊，那冯素贞呢？冯素贞，万岁免他失义一女，饶他不死，将他囚禁终身。这样一来，新科状元仍然是李兆廷。万岁，这场风波外人是不会知道的。刘庆，你这个主意倒还不错，速速与故办来。遵旨。且慢！父王想那冯素贞九死一生，为的是夫妻团圆，如今将他们活活拆散，于心何忍？再说李兆廷是个有了气势的人了，将儿与他成婚，岂不又是皇家的体统么？哎呀，父王死不得的，死不得的死！哎，都是你这个刘大人听我想出来的好主意，这好妙计。是你呀，好良心哦！是，你呀，怎么就想不出一个好主意呢？哎呀，万岁，老臣愚昧，老臣愚昧。下次你就要少开口。是。父王，儿臣倒有个两全其美之计。你有何妙计？快讲来。父王，想那冯素贞乃是结义女子，父王何不收她为义女，再将李兆廷放出，定她的状元之名？到那时，父王又多了一个女儿，驸马仍然是李兆廷。皇儿，那你的终身呢？儿的终身，凭父王做主。怎么？你要管收她为义女？这是两全其美之计，别无良策。这是从何说起呀？哎呀，这是父王，好，就一皇儿。谢父王。内侍在令冯素贞进宫。父王，你既收她为义女，就该赐她穿戴进宫。也罢，令冯素贞穿戴进宫。是。万岁有旨，命冯素贞穿戴进宫啊！立旨。素贞，孤恋你，救父一片真心，连理死罪，并封你为结义公职，与皇儿结为姊妹。谢父王，皇结亲戚。父王，儿臣有本启奏。一切走来。启奏父王，李少廷现在想要见主，请旨发落。内侍在。护光襄阳冯顺清，先平爱父，无料未到，发疯一连，一时惩处，并命冯顺清亲自将李兆廷送进京来，不得有误。是。
岁，八府巡按冯一鸣闯进宫来了。阿父王，他乃是儿臣的兄长。走。冯一鸣罪该万死。你身犯何罪？臣妹冯素贞女扮男装，欺君犯上，臣妹有罪，罪在为臣，望万岁发落。是你无罪。谢万岁。兄长，小妹，兄长不必惊慌，多亏公侄相救，万岁已是小妹无罪了。谢万岁不占小妹之恩。平身。谢万岁。兄长，快去谢过公侄。多谢公侄千岁。平身。多罪了啊！万岁，你看那乾科的状元，眉清目秀美容，满腹经纶是文采高啊！知子莫见多少，唯有他才算得当今英豪啊！万岁当年夸过他，只因为那时间公职未成年。后面把眉毛，因此上不曾把驸马来找万岁，你可还记得？孤王早还记得。万岁，冯氏兄妹文采出众，相貌惊人。这真是我主的鸿福啊！我看他们兄妹二人的相貌倒还有些相似。万岁，臣闻冯一鸣尚未娶亲。万岁何不将他招为同窗驸马？这样一来，更显得我主的恩德无量，又成全了公主的婚姻。万岁，这杯喜酒，老臣我是喝定了啊！皇儿，你说呢？不愿意？答应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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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答应了！刘庆，刘庆，万岁，这一次你不要与顾安再找来个女驸马哟。
此老臣以全家的性命担保啊！奉一命听旨。万岁！故汉召你为东川驸马，等立朝廷禁忌，同行大礼。谢之隆恩。